大家好，歡迎收聽10分鐘健康狗狗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Melody。今日我哋講一個好貼地嘅冷知識，你隻狗到底係點樣認得你？係靠樣定係靠氣味？可能你以為你成日喺屋企照顧佢，佢一定係靠咁樣記住你，但係實情可能會令你跌眼鏡。先講個基本事實先啦，狗狗嘅視力，尤其係細節辨認能力，遠遠唔及人類啦。咁研究發現啦，狗狗見人樣其實係有難度嘅，佢哋可以大約記住你嘅外形、大概輪廓同動作風格。但要睇單靠樣貌分辨主人同其他人，其實唔太可靠。相反，狗狗最強大嘅武器就係佢個鼻。根據2014年美國埃默里大學 Emory University 一項 fMRI 研究，研究人員喺咗10隻狗做實驗，發現當狗狗聞到主人衣服或者氣味時，佢腦入邊掌管獎勵與情感反應嘅尾狀核 caudate nucleus 會強烈活躍，遠比佢主人張相時活躍得多。意思即係話，氣味先係狗狗真正認人嘅方式。狗狗鼻子入邊大約有3億個嗅覺受體，而人類只有大約500萬。更誇張係，狗狗嗅覺敏感度係人類嘅10至100倍，呢個比例已經去到超能力級數。你行過街嗅唔出嚟香水殘留，狗狗可以聞到3小時前有人踩過邊塊磚。佢哋點樣識你？原來你每日都會散發出一種獨特味道，透過皮膚、汗水、衣物甚至頭髮，無論你洗唔沖涼，你都係一部人類味道發射機。狗狗識得你，唔係靠你張相，係靠你一身氣味。所以唔好話你走咗去轉個髮型或者戴口罩返屋企，狗狗一樣認得你。不過狗狗都唔係完全唔用眼嘅。當佢離近環境熟悉嘅時候咧，佢都會用視覺辨認你嘅動作模式，例如你嘅行路姿勢、手勢，甚至係你拎開門個動作。但係如果你同另一個人身形相近、打扮類似，而狗狗聞唔到你嘅氣味，佢好可能一時間會混淆。咁所以如果你想狗狗好快認得你，唔使日日更新樣貌資料啦，最好方法唔係俾佢抵你，而係俾佢聞你，唔好阻住佢湊你衫、湊你鞋、湊你啲單咧。咁全部都係狗狗儲你氣味記憶嘅方式。記住，對狗狗嚟講，你係一個行緊、喐緊、有聲有味嘅人形信號塔，唔係一個偶像明星嚟嘅靚樣。總結啦，狗狗咧最主要係靠鼻認主人，視覺輔助。你條褲、你張鼻、你對鞋，對狗狗嚟講，全部都係你嘅代表。千祈唔好以為你戴眼罩換衫就變成陌生人啦，佢一樣聞得出你係邊個。下一集咧，我哋會講另一個實用又出奇嘅主題：狗狗識嘅時間。點解咁知你準時返屋企啊？我係 Melody，呢度係10分鐘健康狗狗，下集見。